拄则咱听到就是郭台铭上新的讲法。另外，这方面要来看到，这是全国青少年乒乓经国手的比赛，无钱通好开冷气。17号起，头尾比赛拢总6天的时间，因为经费无够，比赛现场无度开冷气，一寡选手热较着沙。台东县政府补助10万块，另外体育署嘛补助18万，也是无够开。落尾才知讲，原来是冷气歹去，赶紧修理好势。 参加比赛的选手真专心，目睭是安尼真伫个手内的乒乓球，真拼死来拍乒乓，发挥球技。17台东举办全国青少年乒乓国手的选球赛，拢总500外人来参加，要来拼一个关键。不过，这拄比赛的第一天，却因为经费无够，冷气阁停1点半钟，互这选手热到强要着沙。我昨天上床就想要吐，然后就那种这楼下那边有风了，说什么经费不足。 反映就是说，就是场馆闷热，不应该在这么酷热的情况之下。选手甲教练因回想讲，迄当阵的比赛环境真正是热到要害去，佮加上迄当阵台东地区的气温压到36度，互大家拢记载袂牢。不过主办单位嘛感觉真无台话，因为县府补助10万块，体育署补助18万，经验无够，若冷气钱拢总着爱9万6嘞，所以不得已才来限时间开冷气。佮讲是冷气故障，才会互安尼会馆安尼热到冻袂牢。既然是地方那么愿意来办这个全国赛，我也希望中央跟地方都能够多多的支持。面对各界的反应，台东乒乓协会确实有爱改进的所在。因表示讲，过来的比赛一定会规棚来开冷气，让选手会当伫个较舒适的环境来发挥上好的实力。嘛希望有关单位会当加编一寡预算，让这个比赛会当圆满顺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